三，在家族公象裡排行第3，漂泊浪人，最喜歡在人類的活動區域轉悠。曾經在甘蔗成熟的世界，堵在路上，逼停了30多輛運甘蔗的卡車，就為了吃那上面的甘蔗。老三傣文名叫維扎優，意思是勝利之鄉。但他從未獲得爭奪配偶權的勝利。2019年，最後一次敗給了國王阿提基多之後，氣急敗壞的老三開始衝撞公路上的汽車，並直接跨入了城市的街道。老三的命運已經注定。一場合法逮捕行動在甘蔗地上發生了。没有猛烈的掙扎，僅用1劑麻藥，人們便把肇事者關進了鐵籠。